第12集真正嘅自由。星期日，讓心靜落嚟，聽下佛說嘅智慧。心無掛礙，故無有恐怖，遠離顛倒夢想。究竟涅槃？世人常以為自由係想做咩就做咩，但佛教講嘅自由唔係外在行動嘅放縱，而係內心嘅解脫。真正嘅自由係唔被慾望綁住，唔被情緒操控，唔被執念困住。自由唔係逃避，而係覺醒。你唔係因為冇人管你而自由，而係因為你管得住自己。當你唔再被貪、嗔、痴牽動，唔再被外境左右，你就開始真正掌握自己嘅命運。自由唔係我想要，而係我唔需要。解脫係最高嘅自由。佛教講涅槃唔係消失，而係一種寂靜、清明、無掛礙嘅狀態。當你唔再執着於得失，唔再恐懼於生死，你就會活得自在、安穩、無懼。當你唔再追逐，你就開始真正擁有。修自由之心嘅方法，你可以咁做：每日觀照自己，今日有冇被情緒牽動？有冇被慾望操控？練習放下，唔係唔理，而係唔執。練習選擇，唔係隨心所欲，而係用智慧揀對自己真正有益嘅事。練習安住，喺混亂中保持清明，喺誘惑中保持定力。本周佛說金句：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。心若自由，處處皆淨土。真正嘅自由唔係你去咗邊，而係你個心去咗邊。下星期再見，願你喺繁忙世界中揾到屬於自己嘅寧靜與自由。多謝收睇。